各位同學午安，歡迎收睇開平電視台，我係今日嘅節目主持4B 班吳卓瑩。唔經唔覺已經3月尾啦，下個禮拜仲要係測驗嘅大日子，各位同學必定係非常之忙碌，為測驗做準備。據我所知，聽日仲係校際九龍西區校際排球比賽嘅決賽日，各位隊員仍要繼續努力備戰，真係唔簡單啊！我喺度祝願男女子排球隊聽日發揮水平，再創佳績。而今日開平心聲嘅節目亦會繼續讓同學透過節目同家長同埋老師同同學表達心意。而家就請出第一位同學。Hello， 我係鄺子希，祝你同學加油，祝你哋考試滿分。大家好，我係張進博，我祝子希同學考試滿分。大家好，我係2B 班梁許剛，我祝陳建龍今次考試祝你一定100分，多謝你一直嚟教我做功課，謝謝。而家請出下一位同學。大家好，我係2B 班陳建龍。呢次考試，我想同梁許剛講，呢次考試你準備好未啊？喺屋企好好溫習，考完要一齊去返內地玩吧。請下一位同學。你好，我係2D 班魏子賢。Dear Miss Poon, 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English。而家請出下一位同學。大家好，我係3A 班李瑞欣。謝謝我的家長在測考前夕細心地陪我溫習，也感謝老師們不辭勞苦地為我們再三說清楚一些容易錯的地方。謝謝你們。而家請出最後一位同學。大家好，我係5D 班霍卓軒，我想同劉寶儀老師同張成校主任講，多謝你努力教我。多謝以上各位同學，相信老師、同學同家長聽到佢哋嘅心聲都會好開心。如果大家想參加開平心聲呢個節目，記住去大堂攞紙填寫，然後放入收集箱入邊。我預祝同學下個禮拜測驗成功，拜拜。